屏东县政府宣布，恒春半岛内的乡镇下晡停班停课，东流线的航班下晡1点以后嘛全面停驶。顶一届的凯美风台哦，高雄的灾情是真严重。高雄市长陈其迈早起嘛展开视察，要求各单位都要做好防灾的准备。 民众来到东流线码头等船班，山土尔风台要来啊！屏东东流线公营交通船30下晡1点开始停航，部分民营业者的最后一班船嘛有变动，业者赶紧将物资送上船，民众嘛赶紧坐船要回去。我原本就预计今天早上回来，只是我们又提前赶早一班的船搭回来。船只需要做那个靠泊的准备，所以我们会将末班船就是停驶。 那今天航班其他的航运都是正常的。受风台外围强风影响，恒春半岛6乡镇30下晡停班停课，趁还未有雨，挂钓仔机伫田内挂钓仔，万等农民赶紧抢修稻作。救路的做仔农嘛将果子园砍山网，就惊强风将果子拍落来。已经授粉啊，已经有着果啊。啊，你台风来你不拉起来哈？ 伊安尼开机啊，无就长花。毋拿屏东顶一摆凯美风台伫高雄港下地灾性雨量，虽然目前估计山区雨量大约800毫米，但高市府毋敢大意。市长陈其迈透早前拢本河里伫红池，确认紧闭状况。有可能造成积淹水的区域，那我们也昨天开始来进行整个包括水闸门抽水马达。 或者是加紧的这个侧沟河川的这个疏浚的一个工作。离开伫红池，陈其迈过去附近高淹水的大楼，确认车道地下室的风台状况。水利局嘛清查抽水站，确认设备运作正常，并提前派怪手去做工船清土沙，确保水道有通，防止淹水搁再发生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准屏东高雄报道。